镜头所登来台湾，嘉义新港的洪天宫，每一年中秋，拢会甲予妈祖做客家信众，总找登来拜拜团圆。庙方阁特别邀请到model来行舞台表演，甲新港洪天宫要提到法国巴黎的艺术作品，展予大家看。透过设计师特殊的风格，甲台湾的宗教文化提升到更加高的层次。那这些的设计理念其实就是在讲佛光乍现的概念。身在山体有名的model，请结合宗教艺术风格衫，伫洪天宫服装表演。那个佛珠，那是经过改良的佛珠，黑内底就是用999的黄金，把我们心经260个字全部刻在上面。身上配件拢有献基浸在场民众的目光。真正的台湾文化，基本上就是寺庙的文化。嘉义县长洪忠良介绍花丽新港新名衫，展现台湾刺绣历史的传承。这艺术品要伫9月底由设计师带到法国巴黎参加时尚展演。嘉义新港洪天宫每当中秋拢会举办妈祖客家等来团圆的活动，100岁的客家林福来参加祭拜仪式，切鸡卵糕。妈祖做客家有啥物感想？妈祖无不平啊！真侪信众嘛拢会带囡仔倒来参拜，感谢妈祖的庇佑。